来有民众指控，讲因参加着意大利14天的蜜月旅行，想袂到为无人机的座位、到饭店的住眠、到行程的安排，拢总出问题。旅行社讲已经有补偿，加尽力来处理。各船入天然海蝕洞，海水出现不可思议的蓝，这是意大利卡波里岛的蓝洞。蒋县是4月妻甲太太参加旅行社14天的蜜月旅行，本来想要游览意大利这座结合文化甲美景的国度，最后煞真失望，因为上基本的无人机饭店拢出问题。现在时间晚上10点10分，我们被换来这间饭店。把大家集合起来说，他们没有订到饭店。那没有订到饭店，我们所有人都傻眼了，因为当天真的我们搭了非常长途的车，真的很累，因为前面就像大行军一样。饭店无订到，机位嘛无坐做伙，已经控诉讲其中一站休息站停1点钟，还有销售人员推销珍贵的产品。一下车，门口就来了1到2个购物站的人走出来，手上拿着一叠。上面写买5送1，我们在那边停留了完整1小时。除了大问题，人客佫讲到行程伤赶，专卖店佫误导消费等等，当时业者嘛一律提出说明。个人劝去饭店的，并不是我的问题，这个是饭店本身它作业疏失。新的住的饭店的房价还比原始 A 还来得贵，客人的感受就不好，所以我也退费了。有关争议甲回应，饭店无订到是第三方单位的问题，旅行社已经退钱啊。休息站的停留是考虑到司机的工时，佫有免费便所给团员使用。讲到专卖店买唔买，这在人的美国行程。景点有影较济，也过无人反映讲伤赶。有关机位的问题，是因为临时调整机型，阿某若想要坐做伙，爱加钱。虽然业者强调讲已经尽量去处理啊，也过人客意愿认为讲无满意，双方立场差真济，或者本来应该是一座浪漫的美国旅行，煞变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